我哋可以問幾個大問題：點解日本會敗，中國會贏？其實抗戰有咩歷史嘅教訓？日本野心過大，自視過高，以為3個月可以亡中國。其實中國嘅所謂持久戰嗰啲嘢，一街都喺度講，其實佢唔知咩？不過佢認為你唔會做得到啫嘛。3個月你就要亡噶啦，冇一個大戰場經驗。當中國人真係做到呢個持久戰嘅時候，佢哋就唔知點樣打落去啦。佢哋想速戰速決，既然持久戰資源薄弱，點樣打落去呢？到最後咪孤注一擲，自取滅亡咯。呢個就對日本人嘅教訓，應該可以話中國能夠打贏，最重要嘅就係民族團結。其實中國個管理好差，好落後，但係大前提就係一定要大家要合作。有好多嗌交，國民黨同共產黨嗌交，其實大家冇拖後腿嘅，大家某一個程度係配合嘅。有好多唔同嘅部隊，其實都有好多問題，我就唔執着呢啲問題，我執着佢哋嘅合，唔執着佢哋嘅分。咁當然第二個部分就係持久戰略嘅成功，但係呢個係需要好大嘅犧牲，好大嘅耐性，亦都喺呢個外交上嘅合縱連橫。由德國到蘇聯到美國，其實都算係運作成功嘅。但係歸根到底，我哋能夠做到咁，又真真正正雖然係窮，但係中國係地大物博，同埋點樣打呢場持久戰呢？中國亦都係因為事實上有5000年嘅文明，先至有呢種自信、堅毅同埋智慧去應付一個咁樣嘅局面。